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来，就是这个所在。这内面哦有真侪宝藏，你敢有想要摕宝藏啊？想要哦！今仔日的这小朋友拢足活泼的，袂歹，等一下好好表现哦。招门是阮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招门神，要开智慧爱找智慧之神。队长、探险队员，大家好！对，小朋友，恁敢有爱食啥物果子？我爱食木瓜，木瓜、我爱食西瓜，西瓜、我爱食水蜜桃，水蜜桃、我爱食蒜啊。蒜呀。哦，介意食水果的小朋友一定拢会真健康。安尼哦，招门神要来甲恁考一个，来约一个题菜。来哦，详细听。红关公、白老鳖、乌châu灰、走去味，约一个水果。这个水果哦，是一个古早查某囡仔上介意食，迄个查某叫做杨贵妃。有贵妃，杨贵妃你唔知哦？来，足介意食。嗯，你讲，奶鸡，奶鸡啊！恭喜恁厉害！即马就要提出恁的精神，也够开力，大声讲出恁的队名。我是高我公大力队出发。欢迎光临。小朋友，来，咱来到这个所在。哇，现神！嘿，现神，你是要请我食水果是无？哎呀，我咧食柑啊！我头先有听哦，恁的台语拢袂歹，真好讲。啊，恁若是哦，每一个人拢通啊甲我学落一句啊，因为我是一个吼，介爱食宝的人。恁若甲我煲甲管，哎呦，一万！你做我厉害啊，谢谢，多谢。啊，换你讲起啊2万，伊2万，换你。哦，伊讲起啊，无你佫想看卖啊？你有点伤少讲共啊。款的嘛，无要紧。你穿的衫足特别的，足特别的，好。这嘛是好话啦。唱啊！你行到唱歌，好。哎呦2万，啊你佫讲一个，换你。真巧，2万，1万。好，今仔讲这1万，一万。你知影是啥物意思嘛？因为这柑啊，安尼就是1万。哦，刚是一万， 1万。滴滴呢，嘿啊，意思共款。多谢，足金的，加甜哦。对，个人要食无？哎，你今仔日是要来摕宝藏的啦？不是食柑仔的啦。我感觉是孙悟空呢。这拢是我花果山的地主。地主。好，安尼第一关要开始啊！有信心无？哦，来，准备接招，演来噶！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啊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对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头先你开讲哦，有一寡人腹肚枵啊，哎，枵的牙手，哦，拢枵啊，啊，差不多啊，5点外吼，这时阵应该是差不多爱枵啊啦。啊，不过咱伫咧生活当中有一寡食物啊，啊，佫有一寡话，啊，有一寡是词是外来语，因为以恁的程度应该拢有晓。汉堡的台语名讲，汉巴骨，啊对，这嘛是用这种俚语的种讲法。汉堡汉堡，咱台式的是汉堡角。汉巴骨巴骨，搁有我想看卖，甜甜圈有爱食无？有爱食无？地口啊，嘿啊，甜口棒哦。地口胖，真正拢爱食甜口棒，你是毋是流水烂？无，我爱食地口胖，你无爱食甜的哦？我
我爱食萝卜饭。哎呦，好食。萝卜饭真正赞呢，真正讲袂了咧。哎，这好开讲的嘞。今嘛正式开始啊！好，来，听大家。啊，头前哦来，今摆当洗过来，好，开始啊哈。哎呦，哈姆，好，对，这位哈姆挥腿，哎，来，马紧加油加油！好，马紧，你个来讲，嘿，哎呀，哎，什么？我你们给你讲，好来，嘿，好，这位，加油，速度吹出来！水笔头，嘿，对，这边头，啊，秀，哎，水哦，米肉，嘿，对，不是麻辣吗？麻辣米老，麻辣，长头，对，长头。哎呦，哎，无对，紧来，这里哦，马紧，后一题，紧把时间，哦，就困难了哟。哎，好，哎呦，lucky，哎呦，目睭开花安怎？就灰灰，那迄个，看做菜龟，啊对啊，不啊，菜龟，哎哦，架手，哎对，架手，对，架手，哎呦，龟仔米，对，加油，来加油，啊，秀，过头，哎呦，做好，你们给我一个，来，啊，这个，哎，把时间，哦有对，脚，叫，好，嘿，过来，啊，拍谁？马紧，玫瑰，哇，西瓜蛙，西瓜，就多条了，啊，对，我大饼啊！我耍，哦，你笑到变过，来，调一下这位，好，咱今麦来做伙学习者，看恁倒位无讲到，咱做伙甲学起来。娃仔菜，我要菜，什么菜？鸭菜，娃仔菜，娃仔菜，我无介意食的。你无该食啊？我就爱食。你就爱食娃仔菜啊？我安尼就学起来啊吼。啊，这啥？肉酥，肉酥是无啥共款，肉酥伊就是煮甲酥啊幼啊，啊肉脯，肉糊，嘿，这是肉脯，你刚刚食就一条的，这个是肉脯，安尼知影无？就有迄个差别。麻糍，嘿，麻糍，大陆拼音麻糍。麻糍，啊，山药，山药看安怎讲？花油，讲条糍。跳嘿，你看迄个条无？条啊，迄个条。跳级，条糍，西瓜蛙啥？大饼，嘿，啊，你头先是讲像蛙啥？无讲，你头先讲西瓜蛙跳舞。是吗？你头先讲西瓜蛙跳舞，西瓜要跳舞啊！啊，西瓜蛙大饼，大家敢知影安怎解释？就是选着立场，选着你要倒一个立场。嘿，啊，佫有前后看精细，就是啊，你看这倒一个对你啊，这个较好的细面，敢若对我较有利，我就挖迄边去。看风转向，啊对，哦，安怎才甲我讲？看风转向。来，看嘛，恁得到几题？恁得到8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我袂歹啊！啊，其实过程中哦，有淡薄仔乱，啊，毋过无要紧，咱家学起来较重要，对毋对？好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听大家。爱讲才会赢，三个人会一直耍位，轮到想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阵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会当摕到金箍箍，准备接招啦。哦，即摆算是第2关啦，这关就是要考恁的反应是紧还是慢。啊，就慢。哦，不就完了哦。出班嘞，敢是？我看恁敢若足敖的咧，无咱先简单的来试一个，好，咱来用99先发表来甲恁考。先发表啊，好，会用的哦，数字嘛。数字的，好，我等第一哦，下开始考。第一哦是无？ 37、
21、 76。 22、这个看完。75、 28、 73、 21、 39。 27。哎呦，厉害，我下水姐。目前感受起来较慢呢，就是队长。是不是？恁头先安尼感受起来，是不是恁的队长？袂啦，啊，对，袂这样袂定定啊。嘛是袂歹啦吼。快快，要跟你玩家有无？我要来出题目啊，听清楚哦。请讲出好，迄个形的物件，什么物件？迄个形体，圆圆的，甲一条一条的，啊手嘛，啊手无算一条。手是一支一支的。手啊嘛是一条一条的。对，啊，恁即摆拢知影，好，来，恁来个，一条一条，米刷，赶紧诶！对，圆的，那个拿球，哪球对，圆的，卡球啊，卡球。对，一条一条，手啊，对，哎，一条一条，头毛是一条一条啊。好，来，圆的。等会，电话球啊，对，好来，一条一条，电刷，电视对，圆的，耶，蜗牛，蜗牛，哎呦，强，圆的，辣椒林，我喊过去。一条一条，一条，猜多，猜到，猜大，猜到对。礼拜三你讲啦，圆的哦，好，一条一条，真的 yes， 真，一条手表，手要不要？唔对，来后一位，一条一条，手啊讲过，刷，哎，我拄只讲到啥？头先有淡薄乱，啊，毋过其实大家拢尽量去接。拄要讲啥？野球嘛，野球啊，耶啊，还有篮球，啊，还有一条一条的内裤带，内裤带，拢总对着10题，啊，算真厉害哦哦。安尼，来换位，换咱起来，华为，拜托，较简单的，拜托。好，我尽量啊，我出较简单的，准备好啊吼，帮我轻松。我袂轻松爱讲书，火甲水的书，火甲火啊，火甲水的树，火灾啊，哦，火小灾，水灾啊，火小厝火小啊。厝啊，水缸啊，别讲，别开始啊，停那个啊，你来讲啊，火火灾，火灾，好，火靠一下，火火炭，水水口，水口，好，水，控抓水，火小厝，火小厝好，水水就得，水灾啊，水灾，水水果，火花，好，哦，水，简单的水，水口，哎，讲过了，赶紧看，水，哇火，水塘，哦，水塘对，水塘，好，我了，水已经无啦，水，好，水道头，水头好，厉害，火鸡，用啊火鸡，水，时间要到，水，你直接讲水哪会用的啦，水会输啦，水，你搞我提起，水道头，提起啊对咧，水蜜桃啦，真好，恁拢总赢过一关，所以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好，即马摕到一个金箍箍啊！
有一届摕宝藏的机会啊，还有一关，甲一个金箍箍搁摕落来，好唔好？好，来准备接招，现来卡。总共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赶转去因的厝，另外两位按题目做句。你们早赶起来进前，讲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。探险队员，恁的骹手要较猛哦。好，来到这个关卡，你应该知影恁爱会晓做句，对不？对。我先了解一下，你的兴趣是啥？我的兴趣是画图。画图，啊，你的手的？我的兴趣是看册。看册好。这赞没有？啊，即马你用看册甲画图做句，你先。我会看册，安怎画迄个图，我教伊画。我叫伊哇，你敢足复杂的咧？不，换你，手啊！我若是有的时阵袂晓画图的时阵，我会看翁仔册，看伊顶悬是安怎画，啊去教伊安尼画。哦，够长的，哦，恁这做句拢做足长的啦。啊，讲两位，你，后尾，你先莫讲。好，等你有另外一题，你的兴趣是啥？生电脑。耍电脑你的？拍篮球。好，耍电脑甲拍篮球做句。你做句，耍电脑啊，甲。无品业伊先到，你先。我会耍电脑内底的游戏。讲去啊。我讲去啊。耍电脑的篮球游戏，头先你是讲拍篮球三个字哦。哦。耍电脑有讲到啊，拍篮球还未讲到。我耍电脑耍久啊，我你试看嘛。所以我会晓耍电脑嘛会晓拍的。水。上简单的。上简单嘞，啊你即马知影要甲动物赶入去，啊开始做句，会晓嘛吼？会晓吗？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任务，就请转去。好。来哦。啊，恁动物嘞。准备接招，现来个，开始。加油！手较大声啦，都说啦你啦。要去倒位？牛啊，挂在草皮啊顶悬，好。快跑啊！别跑！较紧嘞，轻轻嘞，小大啦。来，开始做句。我伫后日在食巴掌。好，对，开始后一个。开始。后一个，紧嘞，赶起哩。你那做伙啦，你那做伙耍啦。你们开冷起来咧哦。较紧嘞。较紧的啦。小大啦，较紧嘞啦。你啦。较紧嘞啦。较优秀的。较紧的，我们就一关起来。你换一只，放弃，后一只。来，跳鹅。紧！你好起来，手啊压跳。你好用拍。加！好，顺哦，加顺哦。出来。较优秀的。好，较紧的，好。好，是的，手嘞。是，来。好，是的，手嘞。我想要食巴掌。是，来，高。就两位啦。加油！这边。做伙。另外一个人较轻的。跳就好啦，这逻辑这是正确的嘛？班尾在伫溪水顶头，溪水顶头是班尾线。这讲我真小可奇怪。班尾线。啥？溪水内底有班尾线。会使，好，来，等来。我知影恁真忝嘛，你嘛是尽心尽力。来，做伙出来学习者。第一题目讲到太好太简单，我五日这拢啥？食巴掌。敢过别项讲法？我哩这是。爱包巴掌。想到你就爱食巴掌。哦，其实拢差不多这个方向嘛。啊，想买咧，想买。我想要食巴掌。我想要摕包装。太阳，想要摕包装，在。这边。牛姐。
这医生，哦，这已经。赞哦！啊你，我想要做球啊，你就是球啊，已经是球啊，真好。溪水甲斑马线，这看溪水内底有斑马线，应该爱做溪水内底无应该有斑马线。对啦，你啊，这看这搞啦，这逻辑这是正确的嘛，对不？那有迄溪水，伊讲溪水顶面有斑马线，溪水顶面呢，哇，有斑马线嘛真厉害呢，还无好话呢，这有修迄话就拢会沉落呢，哦，真好话。好来看下你钓到几题？哦，钓到3题，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有2个金箍箍，有2届摕宝藏的机会哦，有信心无？无水，真好真好，我就介念答案，有的，嘛有无的，翕来教。哦，好，2届摕金箍箍的机会，今仔日大家拢有努力。咱即马第一个金箍箍要选倒一个？ 9号吗？ 9号，我准备哪里？我嘛准备哪里？上少人的咧。上少人摇着啊！有影，好，手甲放起。哪里哦？第一个金箍箍互哪里？敢会对咧？请起来。啊！考该起位咯刚刚啦！无对。啊，你毋是有算过？大姐，等会耍你哦。搁一届机会哦。春节9号， 9号啦。一人一个代表一个动物。嘿嘿嘿。下人要9号啊，好，下人要等我耍年。下人要下人要不会了。我记住这一遍。好，安尼来，你起来来者。你看，你你操作看下人输，看下人赢就好做。哎，啊你错干咩啦？啊你就无伊代表一个动物啦。剩一个金箍箍的机会哦。等会耍你哦。请卖起来，买起这个送你，无伫这内底。这个无。无你甲起来看卖好不？你甲起来看卖，看嘛。起来。你看无啊？我跟你讲直接送你啊，好不？哦。啊我算对你，卖客气。你直接叫人打，直接多多谢你。我对你你若无听到，我是不是对不起你的父母？哎呦，加油！春会了，加9号。这个机会。加头球操作，加多球操作。哇哇，9号是不该9号啦。一半机会。是？一半机会，请起来。哇！颁奖！这是什么礼物啦？哦，迷你感啊，伊就参像乐高迄种。对。倒，啊，这是比赛鞋塔。对。恁过去敢捌摕过这款的礼物？无。有欢喜无？讲实在。后摆搁要来无？好，后摆你看爱食什么水果先传。知影嘛？草木龟。水头。啊，水蜜桃，全部拢。恁家拢足贵的。我见我金箍箍足济，好无？尽量来，尽量食。啊，恁该继续甲大家好好讲了，好唔好？好。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迎公大。